海徛的数量是真少，是量要绝种的生物咯。科学家的了解嘛真有限哦。台湾早期捌伫恒春掠过这款海徛，2000年伫红头树嘛捌出现过一届哦。最近这5冬，花莲、台东佮恒春嘛捌看到。台东县政府今年就争取到海保署的经费，要来记录甲研究哦。只要民众有看到来通报，县政府就会发奖金。 2017年，上海洋船伫台东外海看到一对大石海洋母仔囝伫咧水边跳，正罕见的情形，互来看海洋的游客欢喜甲大声喊。去年2月，南市又有民众伫咧海岸正晚的距离看到一对大石海洋母仔囝跳出水面。这5年来，陆续发现大石海洋，再一遍证明台湾是西北太平洋大石海洋洄游一定的经过所在。每年2月到4月春天，因拢会洄游到东部。 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它从比较北边、比较寒冷的地方跑来，相较于比较温暖的海域。其实，这种大石海洋，1920年到1967年，伫咧恒春附近就渔民大量掠到的记录，尾因的数量愈来愈少，被列入保育，就无搁再掠。美国研究认为，出现伫台湾的族群是来自西北太平洋，因为母的海洋2年才生一遍，有新的时间11个月，一遍一体，数量真少，真罕的看到，了解也真有限。因为最近10年来，政府无完整的调查大石海洋的记录。台东县政府特别向海保署争取70多万，要提供奖励予发现的民众甲渔民，来建立长久的调查资料。 发现者需要输入我们的发现的时间、地点，还有传送照片。那我们相关的志工人员团体呢，就会根据您通报这个位置我们会现场会去搜证。尤其是大吃鲸这种比较大的鲸鱼，它们对固碳的效果或者是碳封存的效果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县府表示，奖励金未发放，会搁再定更较详细规则，以免民众误报。而为了要营营自这个月开始大石海洋出现的季节，也会训练志工查证民众通报的资料，并且建立资料库，希望对东部大石海洋会当进一步做保育。记者综合报道。